另外，一件不幸的意外發生在彰化縣豐原，這阿嬤帶孫仔去買肥料啊，騎奧多麥，買完了呢，要搭載孫仔轉去，先搭奧多麥發落行，孫仔搭帶去，但是這孫仔上車的時陣，伊咧正手煞狀去挽着hand道路，佮搭吹着油門，規台車向前衝啊！孫仔都種摔落，摔落了後壁佮一台笨色車開過，煞狀將囡仔搞死啊！這個阿嬤要騎車載孫仔先回爬上車，伊看倒邊的手環，想袂到這個孫仔去吹着正邊的油門，規台車衝進前倒佇塗骹。這時，這個孫仔勒去到本所車的正邊的後輪，頭佇輪仔骹，駕駛一個無注意繼續駛，這個囡仔當場無命。囡仔抱去了，對只吹了，唔知怎走。意外發生喺彰化豐原27下晡的5點外，當時這個阿嬤載孫仔去肥料店，買完肥料放佇骹踏幫要轉去。頭家甲倒騎出來，這個阿嬤無熄火，直接和這個無戴安全帽啊7歲孫仔先上車。過程中，這個囡仔去吹着油門，真不幸。伊勒去到正在沿路受糞水糞掃車的車輪仔邊啊，因為這個維護死角駕駛無看到，繼續駛行。這個囡仔頭殼當場被車輪仔交過，受着重傷。現場的阿嬤甲看到人攏着驚，隨報警。消防人員趕到現場，發現這個囡仔已經無救啊。我們同仁到達現場的時候呢，現場患者已經明顯腦組織的外露情況，到院選死亡。公所回應講，第一時間已經到現場去慰問，強調講糞掃車有保險，會盡力協助後續的處理。垃圾車碾壓過女童頭部，不幸身亡。本案駕駛無毒駕情形。無細字去吹着油門，佮拄着當日駛行的糞掃車，一連串的卡合，這個阿嬤失去一個孫仔。警方初步調查，糞掃車的駕駛無酒精反應，詳細調述責任愛閣調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